真欢喜，互你看到嘿。感谢这个恩典，伫上帝听堂内底，咱有一个恩典，每一个礼拜，咱会通来到上帝殿中，大声和主连结了后，咱会通甲人有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。迄个听是对上帝所来，所以咱用感恩的心伫主的面前来领受救恩，咱进入上帝殿中，还没三甲做伙。特别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，真伟大恩典的日子。教会设立是对圣灵开始，所以伫圣灵的恩典内底，咱会通领受属天的恩膏，以及圣灵同在的能力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愿你得到圣灵的恩赐。了，该回答讲，我愿意受圣灵的恩赐。所以，咱伫主的内面，咱的确会当得到圣灵的能力。迄个能力是要互咱会当诚做这个地面上上帝国的代表。咱所以同齐伫主的面前感谢主。今仔日是一个美好的天气。今仔日伫咱台南市有7个所在举行圣灵降临节的这个祈祷感恩的悔改的大会。咱为着这个大会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。兄弟姊妹，要伫这个日子内底受更新、受恩赐、领受属天的能力权柄，伫地面上甲主同工，为主、为这个城市、为咱的国家奉献咱家己，为主来活。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你是主，是上帝，摇花万军的主。你伫阮当中恩赐阮，使阮伫你的百姓内面恩赐阮，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荣光的国度。你要保守，要恩赐，要使阮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阵，阮就要感谢，要颂赞，要将一切感恩来归予你。主啊，感谢你来救赎我、怜悯我、赦免我、医治我、更新我、路用我。主啊，互我会当诚侪你的奴仆，诚侪你会当路用荣耀的器具。圣灵啊，来抹我的嘴，我的舌，来抹我的心，互我的心受割礼，互我的心受割礼，互我的心受割礼。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主你相同行。主啊，恩赐我，保守我，使阮伫你的百姓内底，互阮进入伫上帝国的荣光。甲主你三甲同行，主啊，你亲自赐阮保守，互阮今日伫主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仰望你，圣灵啊，来运行伫阮当中，来运行伫阮当中，圣灵啊，来更新你的百姓，使阮伫你的百姓内底，互全地人物经历人物上帝你同在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主谢谢你。至圣的主，耶和华上帝，阮用敬虔甲感恩进入你的院所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一直伫爸上帝正平为阮来祈祷。亲爱的主圣灵，感谢你，伫过去感动因带设立教会，伫到如今，阮透过你的教会来认捌你，来经历你，来享受你。主，阮向你恳求一个恩典，互阮会当将家己献上，互主你路用。主你并且路用阮，互阮伫这个地面上，诚侪你通欢喜，你所业纳荣耀的器具，用主你所赏赐予的活命。为主你来活，因为一切是出自你，本自你，也是归自你。愿上赞而乐，荣光拢归于你。圣灵更加恳求，伫今仔日引带阮的礼拜，对头到落尾，也使阮伫下晡圣灵降临节，荣耀甲主亲近的时刻。主将迄个感动阮
的灵，互阮一生为主来点倒，一生为主来燃烧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江文英来报告。也这平安，平安，非常的欢喜，伫上帝属灵的引导带领，咱的心安静平稳，因为咱知影伊是咱的主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欢迎台北信乐推广协会同工林芳斌兄弟夫妇，今仔日前来本会分享甲推广。愿上帝祝福协会同工所做的工，咱用掌声来欢迎因。谢谢。第二，今仔日少爷传道前往公山新教会正道，请兄姐为牧者的侍奉得力，往回平安大道。第三，今仔日下午2点，伫台南新教会举行圣灵降临基督会，敬邀兄姐同心聚集，为国家守望，请穿着教会制服一同参加哦。第四，6月15日礼拜日礼拜日下午1点，将伫教会3楼召开6月份即时以及联约修缮为会议，请即时以及修缮委员会注意时间出席会议。第四，6月20拜五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，敬请兄姐有留时间参加，一同为国家城市守望祈祷。第五，7月初7到初9，礼拜1到拜3，举办南部教区青少年宴会，地点伫拿来教会灵修会馆。对象升国一以及升高3的毕业生，费用每人2000块。要参加者，请向少伟传道报名缴费。第六，8月初10到12，礼拜日到拜二，举办南部教区信徒灵修会，主题我是啥物，做啥物。讲员廖伟李生牧师，地点伫三拉溪新树林生态度假园区大饭店。费用以及活动，请详细参阅公布栏，请向各小组的组长报名，警卫交了到办公室。报名到7月初10截止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下面咱请敬拜团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甲咱3个同在赐恩伫咱当中，摇花享受喜乐平安恩典疼痛。咱的教会是安乐，是平安又个喜乐的教会。靠着主伊的恩典，满满伫咱的心上。3个做伙邀请各位起立，咱同齐来吟唱诗歌，学乐敬拜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耶和华出圣灵，伫这时充满我心灵唱出喜乐和乐的歌声，我的嘴若无发出喜乐的歌声，主要兴起石头来学乐。我的心充满伫我的心，像大兵跳舞弹琴学乐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爱听声来学乐，你路有已经活伫我心上。耶和华出圣灵，伫这时充满我心灵唱出喜乐学乐的歌声。我的嘴若无发出喜乐的歌声，主要兴起石头来学乐。在学乐的歌声，充满
伫我的心，像大笔跳舞弹琴学了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爱开声来学了，你路油已经抹伫我心上。耶和华主圣灵，你这是充满我心灵，唱出喜乐乐乐的歌声。我的嘴若无发出喜乐的歌声，主要兴起石头来学乐，在学乐的歌声充满伫我的心。像大地跳舞弹琴学了主生命，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爱开声来学乐，你路油已经抹伫我心上。咱同时开声来感谢来学乐，邀请主圣灵用喜乐油膏抹伫咱的灵魂，求上帝用伊恩典充满伫咱的日子，也互咱感谢伫主的面前讲：主是，你是使阮喜乐平安，无论伫任何的环境，主，阮要学乐，要向前，因为你是阮的力量，是阮的歌，是阮的学乐甲敬拜。开声献上感谢的者，同齐开声来感谢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耶和华喜乐的灵来充满阮，主啊，甲阮三同在，伫阮的心上成就一切的美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学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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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荣耀，学乐你的祝福。哦，主啊，是，我要感谢学乐，迄个歌声要来充满你的会堂。歌要含正天赛，三个做伙，同齐来学乐，来敬拜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将上赞荣光归予你。你的百姓要讲，因为耶和华甲阮同在，阮就有10分的平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的听堂，赐恩伫阮的心上。主啊，互阮的心，互阮的灵伫你的内底，因为你欢喜快乐。哈利路亚！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耶和华主圣灵，你这是充满我心灵，唱出喜乐学乐的歌声。我的嘴若无发出喜乐的歌声，主要兴起石头来学乐，在学乐的歌声充满伫我的心。像大笔跳舞弹琴学乐主生命，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爱开声来学乐，你路油已经抹伫我心上。耶和华主圣灵，你这是充满我心灵，唱出喜乐学乐的歌声。我的嘴若无发出喜乐的歌声，主要兴起石头来学乐，这学乐的歌声充满伫我的心，像大地跳舞弹琴学乐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爱开声来学乐，喜乐油已经抹伫我心上。这学乐的歌声充满伫我的心，像大地跳舞弹琴学乐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爱开声来学乐，喜乐油已经抹伫我心上。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教也愿用，伫任何的日子，你应允坚定心志倚靠你，阮就会得到10分的平安。主，阮的心中有什么款的看虑，有什么款的骄傲，有什么款的无平安，圣灵恳求你来光照阮，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保护，得到平安，得
得到看顾，得到因带，因带阮出离艰苦忧伤，互阮伫你的内面知影，你是阮的上帝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患难中随时帮衬，地水改变山也摇动，总是人袂惊惊。这声是机关枪，听起的声索。上帝点这，上帝点这，咱的脚袂摇动。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安稳，我知影伊是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甲咱三比地。咱着爱欢喜，咱着爱迎喜，伊要成就大事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心可以拢着成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患难中随时帮衬，地水改变山也摇动，总是人袂惊惊。这声是一关枪，听起的声索。上帝点这，上帝点这，咱的脚袂摇动。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安稳，我知影伊是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甲咱三比地。我着爱欢喜，咱着爱迎喜，伊要成就大事。啦啦啦啦啦，心可以亮着，请兄弟来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患难中随时帮衬，地水改变山也摇动，总是人袂惊，请姊妹来。一关枪，听起的声索。上帝点这，上帝点这，咱着脚袂这声来。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安稳，我知影伊是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甲咱三比地。咱着爱欢喜，咱着爱迎喜，伊要成就大事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心可以拢着成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患难中随时帮衬，地水改变山也摇动，总是人袂惊惊。这声是一关枪，听起的声索。上帝点这，上帝点这，咱着
较袂惊动。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安稳，我知影伊是主。有的耶和华教咱三伫地，咱着爱欢喜，咱着爱忍实，伊要成就大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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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拢。这声是至关者，这声是至关者，听去的声颂。上帝点者，上帝点者，咱着较袂摇动。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安稳，我知影伊是主。我的耶和华教咱三伫地，咱着爱欢喜，咱着爱忍实，伊会成就大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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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心可以拢着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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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拢着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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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心可以拢着声。来啊！咱即马要来吟唱，这个就要唱上尾啊，这句就唱啦啦啦啦啦。啊了后你啊，去到倒来，行出你身边哦，甲你的兄弟姊妹讲，信靠主，咱就拢得胜。好，来唱这句就好啊！来唱这句就好啊！来，离开你的座位，去啊兄弟姊妹甲伊讲，信靠主，咱就拢得胜。来，预备，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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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信靠就中得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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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拢得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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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拢得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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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拢得胜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，心可以拢得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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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拢得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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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拢得胜。亲爱兄弟，请坐。耶和华赏赐予咱有圣灵的能力，是因为伊期待咱会当成做这个土地上帝国的代表。为这个土地，咱领受恩典，领受使命，也为这个诚心祈祷。上帝的圣灵赏赐予咱会当守望土地，守望城市。守望国家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土地，愿咱伫其中疼惜这个土地。为这个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我主的真理，那更转的天桥。为这个城市，我贴笔交瘁，我主的我命，临到这的地生，我全力把天地，愿你国降临。愿颂扬家己。
上，离开阮的心中。愿全灵阿爸天父，愿你共降临，愿望甲喜乐，永远在阮心中。为一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。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交瘁。到这的百姓，愿全灵阿爸天父，愿你共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灵阿爸天父。愿你共降临，愿望甲喜乐，永远在阮心中。这个土地，上帝竞选的土地，上帝赐福的土地，总是咱无照主的公义来行。遇到这个土地满了真济无公义的代志、枉屈的代志、受气的代志，咱同齐为这个土地来祈祷，为这个城市来祈祷，互咱带着疼痛，带着分享，互咱的心平静安稳，来款待这个土地。照主的吩咐，行伫伊的真理当中，疼惜厝边，彼此饶赦，除去心中的扣恨，互主的疼，借着你，借着我，互这个土地得到修复，互这个土地得到安息，互咱诚侪福音的使者。报扬福音，互真理的光引带百姓离开无平安的偶像敬拜，敬拜真神上帝，通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咱同齐开声为这个土地祈祷，请。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至圣的主上帝，你亲自来引带阮，使阮甲阮同在。主啊，这个土地是你的，你的平安有照顾这个土地，总是阮行伫罪恶的内面。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怜悯，求你用稳定疼痛，是阮赐福甲你的百姓三同在。互阮倚靠主，伫主你的内面，对你来行。主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灵较无你的同在。独到你是我的倚靠，保守我，引带我，进入你的同在，进入你能力的稳定。主啊，愿仰望你，互我无搁再玷污这个土地。主啊，赦免我的罪过，因为我进入你的同在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用你的话语来建造这块土地，让人的心回转。为一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。为
起，我欠你憔悴。愿主的我命，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定。咱同齐徛起来吟唱啦。为这个土地，我诚心地祷，愿主的真理那更全的天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我欠你憔悴。愿主的我命，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力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，愿望甲喜乐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。主上帝，愿感谢你所赏赐阮的喜乐、稳定甲平安，互阮的日子徛起伫这个地面上，互阮会通离开阮舒适的空间，为你名的缘故，阮愿意靠着圣灵的气力，互阮进入你定着阮的使命，互阮会通守望这块土地，疼惜这个城市。彼此相疼，照主你所应允阮的，阮就彼此相赦免，彼此相疼，互相照顾，用安尼的活命，互这块土地得到修复，互这块土地得到安息，互这块土地为主你来效力，为你的百姓，为你的儿女来效力。献上阮的感谢、恳求甲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共同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
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，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后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三通，罪得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即是要用启应文同齐做伙来交读，用启应来敬拜咱的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何等可爱！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伫你这段遐年，切照为家己找到帮恶。安尼住伫你殿中的，便为有福，因要搁要学乐你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想要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个人便为有福。伫你的院宇徛一日，较赢伫别个所在点千日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一头，是盾牌，要使了恩惠甲荣耀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靠你的人，便为有福。阿免。感谢主，咱甲伊的话语三甲同行，信靠伊的话语来行，也互咱伫伊的恩典内底靠主，互咱得胜阁有春。咱感谢主的恩典啊！今仔日呢，咱邀请圣乐推广协会方斌兄弟甲伊的太太，同齐来到咱当中，要来甲咱分享圣乐推广的事项。所以咱甲下面的时间先交互方斌兄因夫妇，咱拍鼓来欢迎因。来，对吧？OK， 到这。来这边。各位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主，感谢牧师、甲教会，伫这清早的时，用上帝国的恩赦，甲阮接落甲交代，感谢主。我今仔日代表台北圣乐推广协会来请安报告。台北圣乐推广协会，亲像是一个团契。总之，这是一个有使命的团契。团契的使命是，这个协会使命是用圣乐来播扬基督福音。咱大家较捌听过是台北圣乐团，这是台北圣乐推广协会所设立。协会会同工致意伫用圣乐来播扬基督福音。同时，相信嘛会翻译外国的圣乐作品，甲翻译做中文甲台语来互大家使用。协会同工家己拍谱、印谱，然后将谱甲订做一本一本的诗歌本，免费送互教会诗班来使用。诗歌本的名叫做《经典赞美诗》，到今年已经出到第8集。协会毋是干那送谱，伊阁要教你唱。协会伫台湾各地教会举办合唱演习。对2022年开始，到去年底，总共已经举办32场。
今年有安排10场，下晡有一场是伫太平境教会，咱教会圣歌队会去献诗，感谢主。嘛邀请大家若有时间欢迎咱嘛来参加，时间是下晡的2点到4点半，1点半就用开始来报道。阮咧举办这合唱演习，阮有发现，也有足侪人真热心嘛，介意伫用合唱圣乐来敬拜上帝。合唱演习的参加人数平均，阮办到即马平均一场拢有超过150人，上最一场有500外人。这对阮来讲是足大的鼓励。除了合唱演习，协会对自年开始嘛有举办指挥演习，这是回应各教会需要。搁阮的圣乐团的指挥李佩坤老师，伊嘛做欢喜，参大家来分享交流伊的技巧甲经验。这个演习较特别，伊有配搭一个诗班，互你去指挥。所以你若安那比，诗班就安那唱。通常阮的经验是你若比无好去诗班，诗班家己嘛会主动唱。来看，来试看卖来报名。所以我报告台北圣乐团，台北圣乐团是负责唱。圣乐团逐个月会去各教会参加教会礼拜，去献诗服侍。圣乐团嘛会举办音乐报道会，佫会录制影片，甲放伫网络顶面，互大家来使用。圣乐团的台北圣乐团的服侍有3个部，应该会记为伊有3个部。第一部是圣乐团不募款。就是阮去教会服侍，是无按教会要求奉献。圣乐团嘛不盈利，阮无卖商品，音乐会无卖票，免票，就亲像合唱演习甲指挥演习，毋免报名费共款，毋免报名费，佫要送礼谱，这是圣协会咧做的代志，咧事工。第3个步是不迟到。圣乐团不迟到，因为阮是一个尊主最大的团体，是一个敬拜敬畏上帝的团体，所以是每一场的献诗服侍，包括阮的练习，拢爱提早去到位，来准备，备班心听候上帝。总是参加圣乐团没有门槛，重要的是有一个愿做的心。尤其阮是逐礼拜六下晡2点到5点有3点钟的时间，一个固定的场所，会做伙来锻炼，来练习，甲像迄个圣歌队共款的固定时间来组织练习。一礼拜拜六拢有3点钟的时间。尤其阮的指挥老师李佩坤老师，恁若有听过？这个老师是最严格。讲是伊看重的是大家有服侍的心志，所以因为咱台南较远啦所以我嘛毋讲甲你鼓励讲你要坐高铁来参加。总是恁若有看重阮支持阮的事工，恁若有熟悉甲介绍，若讲伫北部的亲友介绍伊若有兴趣对圣乐的服侍有兴趣有迄个热心。有感动，爱来用来鼓励来参加阮。最后协会有甲将圣乐团的录影放伫网络顶面，放伫 YouTube 频道顶面。阮有一个频道，你 Google 搜寻台北圣乐团，你就用找到。我要请大家去甲阮订阅，来甲阮支持。甲阮同工，嘛希望大家会用。甲这影片甲分享出去，分享一切你感觉有需要的人。愿咱的分享有圣性的快乐，咱伫地互一切听到的，
拢得到福音的好处。愿上帝坚固阮所做的一切工，感谢主。感谢奉，有耳通听的，就应当听；有耳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迄时义人伫白国内面，要发出光来，亲像日头共款。有耳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又搁讲，有耳通听的，就应当听；有耳通听的，就应当听；有耳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耶稣讲了这话，就大声讲。有耳通听，就应当听。或者是伫田里，或者是放伫本内面，拢无适合，只好等伫外面。有耳通听，就应当听。圣灵应正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要将上帝乐园活命树的果子赐予伊食。圣灵应正教会所讲的话。既然有耳的，就应当听；得胜的，就无受第二届的死的害。圣灵既然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圣灵正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圣灵正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既然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咱看到伫即当中，圣经伫遮呢，几落摆，搁一摆，圣灵所讲的话，也是伊启示互主耶稣所要讲的话。基督伫30岁进前，无行任何的新热溃力，因为圣灵也未充满伫伊的身上。伊既然成做一个人的款式，伊就甲咱人共款。所以恁若是伫即个其他的册顶面。看到讲耶稣伫少年的时阵行啥物款的新热，我会讲迄拢白贼的，因为只有圣灵降临伫人的身上的时阵，人才会开始有能力将上帝国度的权柄实行出来。所以一直到基督来到伫旷野受试探，经过40个日，圣经讲，因为伊考试及格，所以天使来侍奉伊。一个人若是愈伫上帝话语内底坚固徛在，你所领受的权柄就会愈大。天使即马已经咧服侍咱。希伯来书讲，既然所有的天使，既然所有的圣徒，拢有天使伫伊的身边来陪伴伊，来服侍伊。但是你的阶层会一层一层起哩，就亲像圣经内底讲，有10副长，有50副长，有100副长，有1000副长。所以你的困难会一层一层起哩，因为圣灵的能力甲你同在，所以你就会领受迄个权柄。所以今仔日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的确也得爱真斟酌这个代志。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甲咱提醒讲，主知影，伊对着咱提醒，伊明白所有的代志。这是伫咱当中，咱将着7间教会。大概做一个约略的这个表格，伫这当中有所教会、苏美纳、白加摩、推雅、推列、撒狄、腓立、铁灰、罗底加教会。那么这几间教会内底呢，有伊的优点，有伊的缺点，有主的提醒，也有主的责备，并且主伫这当中提醒、责备，是要互因会当有一个得胜的结果甲果子。那么，伊有所教会，咱之前有讲过，伊殷勤忍耐，无用阮歹人，伊并且也会当分辨出来，这伊使徒是真诶还是假。虽然拢做牧师，但是无定着我是一个无好诶牧师，总是你看会出来，这个人伊是毋是伫当中真实来疼惜照顾，还是这个人敢若是图谋家己诶利益，这是看会出来，并且。有所教会，伊伫伊当中真认真做。问题是伊沿路做安怎沿路嫌，离开起初疼上帝的心。上帝欢喜，互咱会当去服侍人。咱领受恩典，咱会去共照顾。总是
服侍一个人，服侍甲久啊，咱就会忝，咱就会亚线，甚至有可能会受气。所以，迄个起初的疼心就无去。总是主甲伊讲，你着爱斟酌，爱去重新回想。主讲，我知影你的问题，所以讲你伫这当中爱悔改，爱行起初所行的代志，若无顶台就会受刷开去。安尼，主应允伊讲，你若是重新搁甲起初的疼心摕倒转来，你的活命就要对着上帝园中来得到活命树的果子通好食。你的服侍也会带来快乐。原来咱的服侍会到一站会有亚线，但是主应允咱会通靠主心中有快乐。第二间教会是士每拿教会，伊伫患难中犹原富足，伊伫迄个所在持守忠心。士每拿这间教会内底，伊有欠缺有丧香，但是主对伊无有明显的责备。主甚至甲伊讲：你毋免惊，因为你受苦，并且你安怎？你会受苦，你会尽忠到底死，我拢会保守你。伫迄个时代的教会内底，是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日子，就检测有亲像今仔日伫共产国家，真侪百姓因无法度自由敬拜、做礼拜，甚至我伫现此时中国的一寡同工，抑佫有人互关伫监狱内底。总是主甲伊讲，你毋免烦恼，因为你要受的苦，我知影，我甲你同在。总是你若坚持到底，主讲，你就无受第二届死的害。什么会有这第二届死的害呢？就是人对上帝面前完全隔绝，咱永远无法度去看到上帝，无法度去甲上帝相连。当人死亡的迄一刻，伫死亡的迄一刻的时阵，迄个时间点一个出来，人就永远无机会啊！所以就把握咱抑个会当悔改、甲主同行的日子。总是咱若是坚心疼惜主。就是为主来顺道，主讲我犹原要互你对死搁活，并且互你伫上帝国3.5分。别加摩教会伊持守主的名，伊无否认伊的信仰，但是伊一方面伫教会内底无分辨，伊伫遐无殷勤听谈主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信仰内底一个不止啊真可怕的代志。就是我伫礼拜堂内底。但是我无一定读圣经，我无一定听纯正的道理。我伫当中内底呢，争权夺利啊！巴兰甲尼哥列一党的架势，就是教人怎样会当得到地面上的好，怎样享受家己伫权利当中得到的利益。上帝伫这个所在讲，你爱细日这个代志。上帝加天互咱。稳定能力，毋是要互咱为非三做。上帝加天互咱的能力稳定，是为着要互别人对咱的心上看到上帝伊家己。所以主上帝甲伊讲：你伫教会内底莫争权夺利，伫教会内底爱定定问主啊，我会当为你做啥？伫公司、伫行号、伫任何倒一个所在，拢爱定定笑脸。主上帝，你甲我放伫这个所在，我要安怎样啊来见证上帝你的名？咱做龙，咱嘛爱真斟酌去甲伊想，上帝啊，我怎样种出好的物件来养饲人？咱做一个头家，咱就爱定想，上帝啊，我要怎样来照顾好我的员工？所以，毋是。通过信仰，甲家己压权，是上帝会甲咱压权，但是压权无应该是咱信仰的目的。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，伊是服侍人，伊是照顾人。当咱学晓谦卑，圣经讲，咱若伫主的面前谦卑，上帝就会甲咱压权。所以这是伫这当中，咱斟酌看到别加摩教会伫这当中讲爱悔改。你若无悔改，敢若伫迄个所在，要用着人的架势，主讲我用口中的剑甲你争战。上帝的话是两面来的剑，
所以咱敢有法度辩驳过，咱来敢甲上帝辩论，甲主耶稣辩论，咱敢辩会赢？毋是，无可能。因为所有的口才，拢是对圣灵所来。基督的言语，上帝话一发出，圣经对玛利亚讲，因为出自上帝话，无一句无带能力的。伊安怎样讲，伊就一定安怎样成就。推推入教会，伊有行为，有听心，有信心，有服侍，伊的忍耐度嘛真悬。但是伫当中，伊用阮女先知亚西伯引带人行淫拜偶像，因伫即当中用阮过头，用阮过头内底就是讲，伫迄当中有假先知起来。你知影有一寡人伫教会内底，其实非常的殷勤认真，但是伊的认真甲殷勤。毋是真正为主来认真，伊是咧含传道人抢位置。这一点爱真细致，因为迄款抢位置的过程内底，就会引诱人一寡人甲伊三合。伫即款的三合内底，是咧建立伊家己的王位，并且会因为要甲人诱过来。对加添真侪虚假的言语攻击，也用到真侪一寡俗世方法，甚至是俗世利益。这就是亚西伯的灵，伊将其落尾的一个目的，就是甲人控制伫伊官兵下面。即款甲人控制伫伊家己，因为利益甲人控制伫伊的手的下面，这就是魔鬼所做的方法。所以，伊就是等于拜偶像。咱也会记得主耶稣受试探的时阵，魔鬼甲耶稣讲一句话：“你若拜我，我就将世界荣华拢总归互你。”所以，魔鬼所做的方法是啥物货？互你利益了，你爱听从我。但是，咱的主毋是，咱的主，咱的上帝是，我互你真正的活命。但是你会当家己选择你袂也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啥物叫做控制？啥物叫做自由？撒旦是要控制咱，但是上帝是互咱会当自由选择的主上帝。因为既然创造自由意志互咱，伊就无引诱咱做歹。伊甲咱讲一样代志，听从我的话，你的活命就继续活出水，活出阳光。总是离开我的话，你的确会陷落伫你家己的挣扎内底，因为你离开我，袂会做啥物货。总是咧，撒旦借着女先知亚西伯的灵，互人进入灵性上的淫乱、肉体上的淫乱、拜偶像的淫乱。主甲伊讲：你爱悔改，若无我一定会审判，并且对着遐个争权夺利、控制别人的人，主讲。我一定会来审判，但是今仔日若是悔改，就有官兵，你会当制服列国，毋是受人控制，颠倒是怎样？是管理列国，有上帝光光的启明星伫你的身上做记号，互你会当甲人对黑暗中带往光明。撒旦名义上是活的，实际上是死的，伊的灵命死去，伊的行为无安全。会当讲，即间教会内底安怎？愈来愈虚伪，有礼拜有唱诗歌，但是拢总是形式上的、名义上的。咱今日来到教会，咱来真斟酌，咱人教啊，咱的心嘛对得来。咱的确就爱警醒。主上帝讲，抑阁有一寡，你伫即款的教会，当时的教会甲咱即马无共款。迄个时阵的教会啊，是真久长啊，真远啊，才有一间教会。咱即马伫台南市啊。有170几间教会，敢若咱这个旧社区哦，毋是大台南市哦，有170几间教会。好，安尼你要去倒位啊？一间教会，今日我无爱来遮，我明仔载就去啊，我后日就去啊。我逐礼拜我会当活教会，我甲逐间教会拢走过一届的时阵啊，安怎？一年啊，都还袂一年过啊，台南市的教会我还袂走了。安尼听我，咱的教会足济。但是伫迄个时阵，因真困难伫教会做礼拜，总是因伫迄个所在悠然持守对上帝的信心，
虽然教会败坏，但是安怎？伊愿意留落来，伊为着这个教会守望。主上帝、主耶稣甲伊讲：你爱警醒，你爱坚固，爱将着这个悔改的心弃掉咧。所以伫当中啊，主甲伊讲：有一日你会穿白衫，你的名字无受盗抹，并且我会承认你的名伫白上帝面前。这句话爱真细字读，伊的名无受抹掉。真侪人认为讲我信主耶稣了后，牧师甲我讲信耶稣有永远活，我已经成做上帝囝，我的名字记伫活命册顶。这里是真啊假啊？真的。问题是啥？你捌读小学有无？还是读国中无？字写毋对的时阵安怎？用七符啊，甲伊切掉有无？字写毋对的时阵，咱会用七符啊，甲伊切掉。我的名做了后，你算写伫活命册顶面，结果做了无好，上帝讲安怎？摕立刻把它涂掉，安尼你知无？所以毋好相信啥物讲哦，一届得救就永远得救吼，我当为非三者继续做歹，迄是白贼话。圣经对头到落尾拢无安尼讲。摩西伫旧约的时代祈祷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若是会当，求你赦免百姓，甲我的名字安怎呼掉？上帝讲：什么人得罪我，我就计较什么人。来到伫新约的时阵，主耶稣佮甲咱讲：咱爱殷勤持守主的名，互咱的名字安怎无得到受抹掉去。所以爱真斟酌这个代志。佮再来，腓立体为教会，伊有微小的能力，伊遵守主的道，伊无否认主的名。咱会记伫罗马书内底。伫迄当中讲，你若喙承认耶稣的名，心内底相信伊是上帝的囝，并且对死搁活，安尼你就一定会得救。咱真容易用即句话来邀请人信主，但是即句话无应该安尼理解。即句话理解内底真重要，是迄个时阵有皇帝的崇拜。皇帝的崇拜内底是啥？你若承认耶稣是主。安尼我皇帝就毋是你的主。所以你若承认耶稣是主，你若承认伊是王，安尼圣经讲，你若喙承认耶稣是王是主，一定会得救。咱即马容易安尼讲，但是迄个时阵若讲，我甲你问，该撒皇帝是王，还是耶稣是王？你敢会当选一个？我讲我相信耶稣是王，安尼我的人头是会落地的。所以迄句话是活命的代价，迄句话是甲家己的性命献予主的代价。所以毋好遐尼啊凊彩读迄句话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着咱讲，因虽然溃烂微细，但是因无否认主的名。主甲伊讲，你安尼行，你爱继续持守。信心是到上路尾，听到上路尾，爱到上路尾，安尼迄个冠冕都袂受夺去。做上帝，你也会伫上帝的圣殿当中做徛起的条啊，迄个坚固其他的人，保护其他的人。你知影咱这礼拜堂啊，有无？拢有这花娘有无？你看这厝尾顶有这花娘，这花娘啊，内底铁啊加足大支。咱外口爱去插条啊！你要卡这壁的时阵，爱知影伊是毋是主要的结果。伊若是主要的结果，安怎袂当卡？因为若卡安怎会帮伊。所以今仔日咱若是持守主的名，伫任何的环境内底，咱的主应允咱，冠冕已经伫要抵伫咱的头壳顶。咱毋好活头无承认主的名。虽然咱的微小能力，甚至遵守主的道会受到真济的迫害，甚至生活有真济的困难。但是主讲，伫这当中，我会互你做圣殿内底的条啊。所以，非立体非教会虽然微细，但是主对伊讲，你有荣耀的冠冕，你是教会的条照。老底家，伊真正介可怜，也无优点。也无冷，也无烧，家己掠做富足，实际上是双向。
老伫家即间教会啊，有淡薄仔亲像咱台南，下骹面有高雄，顶悬有嘉义。那么呢，嘉义有烧泉，有温泉，伊的水呢会当互人浸，会阁会当因为温泉会当互人的身体得到恢复。所以呢，伫嘉义，但是呢，温泉啊落，伊落的水啊流来到，伊对遐是烧水，但是流来到咱台南的时阵，伊迄个水抑阁落，但是安怎变做冷气啊？所以伊无法度互家己的身躯得到好，因为已经失去迄个烧度。了的时阵呢，高雄有冷泉，你若去台东的时阵有无？台东有迄个世界哦，7个所在有诶冷泉，到台东咱台湾有一个。所以冷泉我会当互人的病消毒，伊的水抑阁是清气，但是伊若是对着高雄流来到咱台南。水也袂烧也袂冷，所以咧讲的是即款的，伊无医治的效果，嘛袂当啉。所以呢，圣经讲，你又阁无烧，又阁无冷。但是老底家教会啊，因真够做生意，所以呢，因啊真够无益，因真趁钱。上帝甲伊讲啊，你够趁钱，但是够趁钱有路用无？今仔日老底家教会啊，敢若剩几支条啊，踩伫迄个所在。所以上帝对伊来讲，上帝甲伊讲，你毋好掠做你家己是好嘢。你若是古早咱有一本册，或者啥，穷的只剩下钱。老底家教会就是安尼。我啥拢无钱上济，但是钱上济敢有路用？钱买会到医药，但是买袂到生命。你知影，若去病院内底吼，医生甲咱讲一句话，还是讲两句话。伊讲吼，我的尽力啦，我的尽力，我的尽力。吼，即句话时阵，你着爱说字啊。吼，我的尽力，我的尽力啦。吼，医生啊，你着一定甲阮廖牧师救起来。伊着甲你讲啊，会啦，我的尽力啦，我的尽力。安尼你着说字。医生佫甲你讲一个讲吼，廖牧师等于吼，若爱食啥爱啉啥吼，你着紧互伊食，你着紧互伊啉啊。安尼你知吼，牧师啊，你甲伊讲医生啊，偌济钱，阮教会拢会甲牧师救起来。伊讲，我的尽力啦。伊若爱食啥，你着互伊食啥。安尼知无？知吼。所以了解无？所以。有钱啊，毋是毋好，但是莫过头相信钱会当甲所有代志做会成。所以主讲啥？爱悔改。上主甲伊讲你爱甲我买药啊！你无益遐济内底你敢有买着有无益的时阵做生意买卖？你敢有做着买目睭药啊？你无得买啦，你来甲我买，开你属灵的目睭。看见你家己舍身裸体，看见你的欠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7间教会内底，第一间教会伫患难中，主讲啥？你虽然送香，但是安怎？你犹原富足。了后，有另外一间教会，就是菲律体会教会。主拢无对因有啥物款明显的责备，但是鼓励因爱持守因的信仰。这是毋惊死啊！这是啥？你的冠冕。所以这两间教会也甲咱提醒，咱不但会当脱离死亡，就是为主顺道，嘛也毋是咱人生的路尾。咱的活命是伫上帝国内底做上帝见证的条啊！你捌看过人咧起庙有无？起庙的时阵有徛龙条，你知无？徛龙条的边仔拢会写名，2025年6月7日廖伟利生有无？徛龙条叫徛名，但是庙念伊会无伊啦。但是圣经讲啥？你会伫上帝殿中做条啊！咱的条啊，你若看所罗门咧起圣殿的时阵。
伊伫迄个所在，甲迄个名号做波阿斯啊。迄条的名号做波阿斯，意思是啥？照顾、疼惜、分享。亲爱兄弟，咱对7间教会内底斟酌思考，你我咱现处时的状况是啥物货？当咱了解这个状况，也搁爱斟酌注意，主对咱的提醒，或者是责备，到底是啥物货？这7间教会内底，倒一间现处时是介符合你的心情？针对迄个问题，恳求圣灵来引带咱。主知影你的行为，知影你的压力，知影你的苦情，知影你的忠心，知影你的美善。主一定照你所行，劝诫你，回报你。第二，主按照正教会所讲。咱注意斟酌一个代志，这明明是写予啥？摩咪教会的。咱若读这个启示录第2章、第3章，主对因讲的，拢是讲你爱写批，互老底嘉教会；你爱写批，互以弗所教会；你爱写批，互士每拿教会。明明是写批，互某一间教会。起头拢是安尼写哦，但是落尾拢讲啥？拢是用啥？圣灵正教会所讲的话，记若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安尼咱注意斟酌一项代志，迄间教会会犯的毛病，是毋是有可能我嘛会犯这个毛病？咱起身的时阵，亲像以弗所教会，咱真有热情，真有疼心。来，咱斟酌想一项代志。大家信主的时阵吼，你有感觉无？逐礼拜来做礼拜拢安那，足准时，佮提早来。了后的时阵吼，来1个月，来3个月，来半年，迄某咪人吼，做执事嘛无遐早来，啊无我后届较慢来咧，毋免提早来啦，准时来。啊，佮去看，牧师嘛会记得哦。安尼，牧师祈祷，我嘛祈祷，无要紧啦。安尼慢5分钟啊，后盖时阵慢10分钟，有无？以弗所教会会犯的代志，咱会犯无？会。古早戒一心，即马呢，拢吩咐别人做。牧师啊，迄啥啊无用啊？啥物人啊？迄啥物代志啊？那会无做啊？出一支嘴，无出力。圣经讲。主耶稣讲，你写批用某一间教会，但是主耶稣其实嘛咧提醒啥？正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听的，就爱听。国别地方的教会，拢是掠基督做源头的教会。咱爱掠其他的教会做咱的监戒，并且伫基督的疼痛内底，咱爱互相守望来连结。主上帝、主耶稣对每一间教会，拢显出伊的公义、甲慈爱的特质。基督按照教会提出问题，并且互因啥有悔改机会。上帝审判对头甲落尾，拢毋是雄雄来的，毋是。上帝审判拢是1届、2届、3届、4届、5届。圣经讲，我3番4次啊。咱华人讲这3番2次，但是圣经是讲啥？我3番4次，一届搁一届。甚至耶稣基督讲啥？彼得来问讲主啊，迄中间遐甲我欺负呢？我原谅伊几届，啊无7届好无？主就讲廖牧师啊，毋是7届啦，是70个7届啦。了，主耶稣讲啥？我怎样原谅恁？天父怎样原谅你？恁就爱安怎彼此原谅？我有一届真认真甲算，你毋知？我有一届真认真甲算。我亲像迄个，我有一届去教儿童教囡仔彩虹爸爸迄种我迄个少年，我即摆是彩虹爷爷，毋过嘛已经退休啊，无咧做彩虹爷爷。
我古早咧做彩虹爸爸的时阵啊，有一家去甲囡仔讲啊，讲10条诫命。啊，有个囡仔讲哦，我就甲伊讲哦，恁即摆吼听老师的话吼，你甲你的手吼放咧哈。啊了，我若讲一个代志哦，你若有做的时阵哦，啊，你着甲手拗过来哈。有讲白贼无？有甲妈妈吼偷摕钱无？有。哦，有甲阿嬷大声嚷无？有。哦，啊有考试偷看人的无？有。啊，这样讲的时阵哦，尾啊吼，一个囡仔讲，彩虹爸爸，那我不可以用脚趾头也凹下去啊？你了解吼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其实我认真算我家己的罪啊，我发现吼，比迄个囡仔更较济，比迄个囡仔更较济。但是上帝今仔日还阁存留我的活命，是要互我、互咱有悔改的机会。咱的信仰还阁有持守伫起初对上帝的疼心无？苏美娜甲菲律体会教会，因的教会因是小教会，但是因有啥大信心。所以教会真正的荣耀是啥物货？如果小教会有大信心，上帝就学了；小教会有大信心，因为当为主做工。那呢，咱若是中教会，咱有大信心；若是咱是大教会，阁有大信心，安尼咱为主做的工，会何等会大呢？求主怜悯保守咱。每一张批的路尾，拢总伫遐有写一句开头的话，讲得胜的，有无？咱就看到，既然是得胜的，我就要互恁得到荣耀的冠冕，互恁无受第二届的死，互你做上帝圣殿当中的条啊。所以其实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你出世来得胜的，毋是来失败的。甲伊讲，你出世来得胜的，毋是来失败的。甲伊讲，我靠上帝，咱就会得胜。甲伊讲，所以就爱伫这个代志注意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，主要所讲，既然圣灵对你所讲，你就爱听。咱来真斟酌圣经，来，咱来读何西阿书8章12请。我为伊写了律法万条，伊却掠做甲伊拢无关系。你有发现无？圣经一本伫遐，但是古早的时阵，佫会当讲笑亏啊，讲迄做牧师的吼，就干那礼拜日吼要讲道的时阵吼，拜六营吼，甲迄圣经摕起来，开始献圣经，要献圣经进前哦，佫爱摕桌布，甲迄圣经的面迄个灰尘。用野的所在，家切落清去。牧师若安尼会友嘛，袂差到倒位去，安尼听有无？哦，逐工的时阵哦，拢安那，拢家囥伫遐。礼拜日哦，迄阵古早佫无即款电子圣经，所以拢爱摕圣经。好，要摕圣经啦，哇，那用野用甲咧，竟然搬，佮赶咧骹板啊，佮赶来礼拜堂。上帝讲：我为你写了律法万条。但是你拢甲伊当做是啥？当做客家板条啊，甲你拢无关系。咱的人生要安怎得到平安？咱的人生要怎样得到富足？咱伫苦难中要安怎样啊求告主的名？面对人生重大的决定，咱要怎样选择？我前面的路站，我的婚姻要安怎经营？我的家庭要安怎样啊？互上帝来看顾引带，这代志敢无伫圣经内底拢写甲清清楚楚？但是上帝甲即款疼痛的律法写伫其中，了咱安怎也无咧读，了弄甲大空细离，佮讲上帝也无甲我保护。你听过圣经讲过一句话啊？你若甲火炭吼放伫你的衫内底，安尼你讲你身躯袂着火，
咱煞袂讲迄号做啥？咧讲迄喊果，对无？衫若甲火炭甲伊藏起来，迄毋是干那衫着火哦，含身躯都会着火哦。所以上帝为咱写律法，为着疼惜咱。另外一部分，真侪所在写这个代志，讲这个代志拢是要诚侪咱的感慨。这段经文内底是写甲以色列人伫旷野内底，因无听上帝的话，因家己主张因的日子。上帝讲到伫落尾，因拢总倒伫旷野。保罗写批甲哥林多教会讲，这个代志爱诚做咱的感慨。彼得又搁伫迄个所在提醒兄弟姊妹。今仔日的世代险恶，爱斟酌，爱细致。上帝判定所多玛甲俄摩列，用火甲烧甲变火腐，诚做咱这个后代的人爱看的感慨。犹大嘛安尼提醒，所多玛甲俄摩列的人，因随谈家己的私欲，甚至做上帝禁止无应该做的代志，将其落尾，因就受永远火刑罚。这个代志爱做感慨。人伫富足的时阵，所多玛、俄摩列，因伫太平盛世，活到一个地步，因掠家己做王，无上帝，毋免上帝，我就是王，我就是我人生的主宰，就是这款骄傲的心。将上帝的话放伫边啊，无搁再尊敬上帝的话，将其落尾，上帝对天降落火，伫个所在诚做感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对着七间教会内底，咱就通看见，咱人虽然伫教堂，咱无一定伫天堂。人虽在教堂里面，未必在天堂之中，请注意，教堂无等于天堂。咱来细致这项事件，所以，互咱的心对圣灵而来有悔改，并且诚实面对上帝，甲咱的罪、甲咱的软弱，向上帝承认，求圣灵的更新。顶礼拜咱就讲到。咱人向圣灵恳求，咱虽然做父母的，无一定真完全，但是咱阁会摕上好的物件，互咱的囝儿侍世。若呢疼惜咱的上帝，敢袂将圣灵来赏赐互咱吗？的确是会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，对圣灵来的悔改。上帝向咱提醒的时阵，咱就诚心向上帝来奉献咱家己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救我脱离我的私欲，引带我，互我进入你的正性。教会是一间教会，虽然伊是正教会，但是伊是一间教会。台南市毋望诚做一间的教会。今仔日下晡2点、2点半、3点，总共有7间教会，7个地点。这个教会因开放礼拜堂，招助咱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祈祷。咱感谢主，咱教会牧师娘有带一个诗班。会同齐做伙，为着圣乐来尽心来侍奉。圣乐的服侍，伫遐年来侍奉，家己祈祷圣灵降临节的侍奉，并无冲突。圣经应允咱这项代志，每一项代志，拢是对倒位心内来做，是为主来做。毋是为人来做，所以咱去听圣乐的分享，也是同齐做伙
来参加祈祷会。只要咱是对心内底为主做，这两项代志是同款的价值。所以，请你的心唔好为难，互咱会通三甲做伙，伫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日子，互咱亲像早期的圣徒同款，领受属天来的权柄能力，诗歌的能力。甲祈祷的能力是相像的，甚至有的时阵，诗歌的能力会比祈祷的能力更较大。你知影？旧约内底扫罗王，扫罗王伊伫迄个时阵心内底安怎恶杂有无？了后伊就请啥物人来？请大笔来甲伊弹琴。圣经讲，大笔弹琴，魔鬼就离开扫罗，伊的心就安静落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也有缘，搁再一届来邀请，互咱两三甲做伙伫这个时刻。今仔日，咱是圣教会，所以伫7个所在内底，咱参加咱圣教会的这个大礼拜堂。即届咱家定调，或者各间起义的号角声。上帝今仔日咧调集，通过祈祷的声音，通过俄罗敬拜的声音，通过诗歌的声音，来敬拜来服侍。咱求主怜悯赐恩伫咱台前。伫这当中，大概2点开始，到4点通啊，就会结束。圣灵。正教会所讲的，见若有耳孔的，就应当听。所以咱斟酌注意，甲这7间教会来甲比拼对比起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头先的时阵是讲得胜的，就会得到啥货；但是到尾的时阵，变做迄个得胜的，我就要想属于啥物货。了圣灵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斟酌注意这样代志。一届的得胜，无表示永远的得胜。咱人爱听上帝的话，才会得胜。但是一届的得胜，无安怎保证永远的得胜。所以这当中有一个真大的改变。头先是听圣灵的话来得胜，但是得胜以后爱听圣灵的话无？我甲你讲，佫是愈爱听。来，甲身边的讲，得胜以后佫爱愈听上帝的话，甲伊讲来。所有的败害，拢是对咱无爱听上帝的话开始的。所以聆听主的声音带来得胜，得胜更较需要听主的话。监察全地的主，伊知影你所有一切苦情压力，将着这带到主的面前，会记得你是上帝后生查某囝，伊生你，伊就自然的养饲你。但是请注意。是照伊的方法甲你养饲，毋是照咱家己爱的方法来养饲。饲过囡仔一定拢有这个了解。你囡仔是拢逐顿哦，囡仔上爱食的啥？零食冰淇淋，啊无你逐顿拢互伊食零食冰淇淋。你囝敢会安尼饲？绝对毋是安尼饲的嘛。啊，你讲啊，我囡仔欢喜就好。我甲你讲咧，迄即摆囡昨做2点，我才看一个新闻，14岁的一个囡仔。已经开始洗肾啊！你敢知影是安怎洗肾？伊都无咧啉白滚水的，伊全部拢啉汽水甲可乐，啉汽水甲可乐，就是安尼尔。因爸爸妈妈甲伊讲哦，你啉水莫啉迄，伊讲水无味，无好啉，汽水较甜，可乐较咸，所以甲啉汽水甲可乐。14岁了，就咧洗肾啊！所以监察全地主生你，伊就养饲你。伊知影你的苦情，伊用伊的方法养饲你，所以咱爱听圣灵的声音。教会是有伊的功能的，通过教会着世代来做见证。教会设立毋是要成做一个俱乐部，是要成做上帝国伫地面上的代表。所以通过教会领受圣灵，着人安慰、造就、劝勉。靠着圣灵有能力来祝福人，这是教会领受恩典的功能。
咱爱定定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，毋是干那咱透过祈祷甲上帝讲主啊，我要爱这，我要爱主啊，我爱这，我要爱迄，毋是。咱爱定，恁囝若转来吼，拢甲你讲，爸爸，我即摆吼后个月吼，搁要爱交钱啊，吼，啊我所费钱拢无啊，吼，所以你即月敢会当互我1万？吼啊，妈妈，我改成顶个月1万开无啥够呢，啊，敢会当变12000？佮再来讲妈，好啊，我即摆交一个女朋友呢，吼，12000嘛无够开，啊无加5000啊，吼，啊讲啊妈，我跟你讲吼，我最近的时阵人甲我介绍一个吼，迄化妆品，吼，迄洗落吼，乌面拢迄个啥曝光拢变做迄落杨贵妃，哦，主啊，来紧来甲我洗。恁囝转来拢甲人甲你讲这，你敢会足欢喜？你有这个囝？咱敢袂想讲甲咱的囡仔讲2句话？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晓聆听圣灵的声音。牧师若会当甲你拜托，互我甲你拜托，互咱有好的品质的灵修。好的品质的祈祷，祈祷毋是干那甲咱爱的甲上帝讲。我有的时阵祈祷煞，我着搁跪伫迄个所在，啥物话拢无讲，着干那听，着干那甲上帝讲主啊，你对我来讲话。你启示我，你引带我。有诶时阵，敢若跪伫遐，拢啥拢无做，就是敢若斟酌听上帝诶声音。特别我若要去宣教，特别我若是要做啥物代志，做重大决定诶时阵，互咱用2个骹头趺跪伫上帝面前，聆听圣灵诶话。亲像古早文武百官跪落来迎接圣旨同款，圣灵要对咱讲话，但是咱也愿意有备好来聆听主的声音。伫人文主义高中的时代，用上界单纯的信心。你就会听到圣灵的声音。三甲仔头来祈祷，亲爱的主圣灵，恳求帮助阮，互阮进入你的同在，互阮毋是干那对你讲阮爱啥，因为伫阮还未开喙进前，你就已经知影阮需要啥物货。主帮助阮，互阮更较安静伫你的面前，互阮伫一个真无用、忙乱的时代，互阮伫一个真自我、骄傲的时代，互阮安静落来，互阮谦卑落来，斟酌聆听主的声音。安尼，阮的道路要得到引带，阮的活命会得到平安。阮的人生会带出上帝你的荣光。感谢主的听从甲同在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咱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，将着咱伫主面前诚实的奉献。每一届，互咱伫奉献的时阵。就是甲家己交托予主，用诚实的心伫主的面前，甲主同行。三甲起立，同齐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为这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那更全地偏照，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憔悴。
愿主的活命临到这的地上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。为这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哪更传递遍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我谦卑憔悴，愿主的活命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。愿全能的主上帝接纳你诚实的奉献，照着你心中所存的意念，亲自引带你、教示你，互你的日子伫圣灵的引带，并以同在稳定当中，行伫上帝公义、慈爱、正直、阳光的内面，互你的年日充满上帝的恩典，并得以的欢喜甲称赞，互你甲你的家诚做上帝欢喜的世代，互你甲你的家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叫你的日子伫耶和华的面前来蒙恩典得福气，并用你的活命，就是上帝赐福，互你伫地面上的日子，诚做上帝国阳光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现在兄弟请坐，今日咱第一堂礼拜就到这，上帝赐福，平安。